無數的不堪設想，不堪的我怎會給寬恕？也有嘗試過手腕割損，差點喪命將一切中斷。要是我抽身別去，太害怕天生異類。要是我心虛，剩低幾多個仍願聽取。如果介意回憶不堪的根據，忘掉痕跡也習慣一一收在心裏，掃掉那些破碎零碎，剩低過去積存眼淚。如未平息過去難於啟齒的依據，仍在沉澱往日前後也失據，太習慣抑壓了情緒，亦不介意隱藏這思緒。我有嘗試過試着療癒，怎麼想到總有些積怨，怕你仍會想有日如願，撕開隔膜總可以清算。決定要揮之別去，告別過多的負累，再沒有心虛受千夫指責，仍願聽取。如果介意回憶不堪的根據，忘掉痕跡也習慣一一收在心裏，掃掉那些破碎零碎，剩低過去積存眼淚。難於啟齒的依據，仍在沉澱往日前後也失據，也別怕釋放了情緒，沒需要再深藏於堡壘。發洩難免會過分疲累，只想這秒鐘痛苦消退。